在塔利班公布临时政府人选后，美国对此表示关注。美国国务院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，我们注意到公布的名单只包括塔利班成员或他们的亲密伙伴，没有女性。这些攻击美军甚至参与大屠杀的人都在部长名单上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周三表示，中方愿意与阿富汗新政府和领导人保持沟通。土耳其副外长塞达特·奥纳尔和埃及副外长哈姆迪·萨纳德·洛萨出席了在安卡拉举行的双边关系正常化会谈。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，将采取额外措施，使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正常化。德国媒体《时代周报》7日援引该国执法部门消息人士披露，德国联邦政府机构此前已秘密购买以色列 NSO 集团研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程序，用于监视嫌疑人。这款软件程序于2019年在该国开始部署。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当地时间8日致信国会领袖，要求国会尽快采取行动，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。耶伦在信中说，因为存在不确定性，很难确定非常规现金管理措施何时后进。北马其顿共和国于1991年9月8日宣布独立，庆祝成立30周年。马其顿共和国是前南斯拉夫联邦的6国之一，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国家。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基尼切夫8日在俄北部城市诺利尔斯克举行的一次演习中，因救援他人不幸遇难。据俄紧急情况部消息，基尼切夫在当天举行的一场跨部门演习时，为救助一名电影导演而死亡。演习期间，基尼切夫跳入水中救助落水者时不幸撞到石头，最终基尼切夫与落水者2人在送医途中死亡。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长贝克特苏尔塔诺夫说，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在30年内增长了15倍。苏尔塔诺夫提醒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，并强调工商界对双边关系非常重要。